中國而家有好多標價只係幾十蚊嘅平價自助餐廳，俾人吹捧到上晒天。仲有啲標價一兩百、兩三百蚊嘅海鮮自助，簡直周圍都係。但其實識內幕嘅朋友都知道，裡面嘅真相真係令人目瞪口呆。有位做咗3年食品生意嘅老闆就爆出平價自助餐最大嘅秘密，你應該都冇飲過咁平嘅飲料啦，3毫子一支，而且仲係得返1個多月就過期。平價自助餐嘅秘密武器就喺呢度。免費俾你飲嘅飲料真係會係好嘢咩？啲飲料你又睇唔睇到生產日期呢？到底發生乜嘢事？唔使我多講，大家其實都知。有啲商家瘋狂宣傳，話各種頂級海鮮任食，但到埋單先發現，原來全部都係揾運嘅。有熟悉商業內幕嘅人士指出，近幾年好多人興食帝王蟹，但帝王蟹本身好貴，最平都要百幾蚊一斤。商家為咗控制成本，就會專登揀啲平價冷凍帝王蟹產品。另外，死蟹價錢通常都係幾十蚊一斤，仲更加抵。唔少自助餐所謂嘅帝王蟹，其實係蜘蛛蟹腳冒充柴。你話呢？有記者試過扮打工仔入去一間平價自助餐廳後廚，結果發現呢間75蚊一位嘅自助餐用嘅所謂牛羊肉，全部都係鴨肉冒充橄，海鮮仲發黑發臭，再經過漂白處理。可以講成間店都係科技與狠活。比如啲羊肉串，全部都係一袋袋半成品。配料表裏面根本冇羊肉，反而係鴨肉加羊脂肪，講白啲就係羊肉味鴨肉串。餐廳店員仲百無避忌咁講，按75蚊一個人嘅價錢，根本食唔到真正牛羊肉，有冇搞錯？另外，店員對顧客承諾，所有剩菜都會倒晒，但臥底記者喺後廚見到大量剩菜根本冇倒，全部都有人專門處理完，再拎返出去出餐區，連過期飲料都唔放過。全部倒入一個白色大桶裏面。第二日，經理仲當住臥底記者面，將白桶裏面啲過期飲料再倒返入自助飲品機，之後再貼個紅牛特飲標籤。唔係嗎？中國食品安全已經變成一個超級大問題，而且好難解決。中國人而家嘅日子真係唔容易。仲有唔少業內人士喺網上公開爆料，講出中國自助餐點解可以咁平。我幫大家總結一下，平價最大原因之一就係食材入貨價超低。海鮮方面，螃蟹、扇貝、花甲、海魚等等，大部分都係冷凍貨。有位業內人士透露，大家都會去指定合作海鮮批發市場大量掃貨，而且批發翻嚟嘅皮皮蝦、梭子蟹、花甲等等根本唔係活海鮮，好多其實都係撈上嚟已經死咗嘅蝦蟹，再加工雪凍。呢啲海鮮按斤賣，每斤成本只係3蚊到5蚊左右，特別平。有啲沿海地區嘅自助餐廳入貨仲更加平。甚至有人會揀冷凍咗好耐嘅海鮮，價錢再壓低，就算你一餐食3斤，成本可能都只係幾蚊人仔。另外，大家以為好貴嘅肉類，比如豬肉、牛肉、羊肉、鴨肉、雞肉、培根等等，其實好多都係合成肉。乜嘢叫合成肉？即係鴨肉、雞肉、豬肉混埋一齊，再加香精。呢種香精會令你食落去好似有羊肉味、牛肉味咁，令人產生錯覺。呢類肉其實真係唔適宜食太多。有啲超平價自助餐廳，啲燒肉全部都係指定黑工場加工，價錢平到你唔敢信，甚至有啲工場仲會用禁止食用嘅肉。之前就有新聞報道，麵包鋪用豬下水淋巴結做餡，你敢唔敢食？好似嗰種20-30蚊任食火鍋，羊肉任拎。記者調查後發現，所謂羊肉竟然只係6蚊一斤。店家自己都講，呢個價位嘅自助餐就唔好挑剔肉質啦，肉一落鍋即刻浮起大量灰色泡沫。完全聞唔到羊肉應有嘅騷味。批發商就話一般自助餐都係用呢種肉，300蚊人仔50斤，即係6蚊一斤。批發商仲指出，羊油加鴨血撈埋就可以變假羊肉，當然顏色冇真羊肉咁靚，味道都冇乜羊味。另一種做法就係羊油加鴨胸肉，顏色同口感同真羊肉相似度可以去到80%以上，所以呢類肉卷就成咗平價自助餐首選。另外，大家去自助餐最中意點嘅牛排都要睇住。好多平價餐廳嘅牛排其實係合成肉加香辛粉再加澱粉整成，成本5-6蚊。呢種牛排通常食5-6件，成個人飽晒。各種肉丸更加唔係純肉做，多數都係玉米澱粉、大豆蛋白、彈力素加調味粉整成。比如有間29蚊一位嘅旋轉小火鍋，唔少網友都話食完即刻肚痛、腸胃炎。於是有位探店網紅決定親身試食，睇下食材質量到底點。佢直情話呢種自助小火鍋改名叫科技火鍋更加貼切，因為嗰度大部分食材都係各種添加劑整成嘅急凍丸子、香腸、蟹柳、合成肉片、合成培根，
再加少少菜。佢一見到啲食材就話今日28蚊一位，老闆起碼賺我25蚊。最後佢淨係敢食2個公仔麵餅同幾塊菜，其他完全唔敢碰，千祈唔好亂食。呢位網紅仲講，老闆條嘅火鍋湯底好似加咗辣椒精，唔係正常辣味，而係一種工業辣椒味。結果佢食咗2塊麵餅，個肚已經開始唔舒服，佢當場直喊，太得人驚啦！另外，自助餐廳啲蔬菜、水果其實入貨都好平，全部都係批發市場拎貨，比普通街市平一大截。不過蔬菜水果就算平，都算係安全係數最高嘅食材，而且一般客人都係食飽之後先食1-2個水果，根本食唔多，所以店家都唔怕蝕本。但都有黑心商家用爛水果、爛菜去加工，酒水飲料更加容易摻假，比如紅酒其實可能係葡萄汁加酒精，冇牌子雞尾酒、啤酒都好常見，果汁更加可能只係白開水加水果粉，各種慳錢招數層出不窮。甚至有商家為咗慳成本，用地溝油、口水油病死雞鴨，有啲仲係陳年僵屍肉，根本唔可以正常銷售。所以建議大家盡量唔好食太平嘅自助餐，因為真係好難有質量保證。亦都有顧客話，以自己食咗多年嘅自助餐經驗來睇，反而100蚊左右，菜式唔算太多嘅店，質量會比較好。但亦有人認為唔止平價自助餐危險，中高檔自助餐都最好少食。先唔講食到脹對身體同腸胃負擔有幾大，中高端自助餐食材都未必安全。有啲人以為食得越多越抵，但實際上你可能蝕大咗。有啲商家仲會用各種戰術賺錢，比如限量戰術、拖延戰術。具體點樣？商家廣告貼到天花龍鳳，話鮑魚龍蝦任食，但你真正入到去，先發現每人只派一種高級海鮮，或者每樣只可以拎1個。有人花咗200蚊人仔，最後只食到1個中型鮑魚，或者半隻急凍波士頓龍蝦。仲有啲店高成本菜式，你點完一次之後就遲遲唔再補。商家故意拖時間，減少你加菜次數，從而壓低成本。有位探店網紅華哥發現一間新開自助餐廳，宣傳到好誇張，話新鮮榴蓮任食。直播間仲有人拎住1-2千蚊一隻嘅帝王蟹，大聲講想食幾多食幾多。華哥即刻花358蚊買票，結果去到現場，現實完全唔同。店裏面坐低食飯嘅人唔多，但排隊嘅人超多。一問先知，所謂帝王蟹任食，其實要排隊領取。但最離譜係排咗半個鐘，最後只拎到3隻蟹腳，上面仲有冰渣，聞落去甚至有陣怪味。而工作人員動作超慢，態度仲特別高傲，同直播間講嘅完全兩碼事。另外，直播間宣傳嘅海膽現場根本冇，店裏只擺咗一個海膽模型。現場除咗啲普通食物真係可以無限拎之外，稍微貴少少嘅食材，每次都只會俾好細份。想再食，重新排隊啦。其實自助餐問題仲唔止咁，有顧客發現，無論自己幾肚餓，只要入到自助餐廳，食唔夠一陣就會覺得肚特別脹，但又唔係真正飽。到底點解？有啲自助餐廳會喺食物上噴不明液體，食落肚之後，人會產生一種假飽感。其實你根本冇食幾多，但已經覺得飽晒。為咗大家健康，有網友分享分辨食材優劣嘅經驗，比如有啲魚好容易魚目混珠。所謂西輪魚，上面魚肉係青魚，下面其實係多春魚魚皮，再染色加工合成，黃色部分全部都係染色，味道仲酸酸地。另外，紅鱒魚經常冒充三文魚，真正三文魚體型大、肉厚、油脂紋理粗，紅鱒魚紋理雜亂，而且冇油脂。至於所謂鯛魚，其實好多都係羅非魚，因為外觀似鯛魚，但其實係淡水魚。唔可以生食，有寄生蟲，食完容易肚瀉。有啲魚仲會用藥水浸，用淡水魚扮海魚，根本毫無職業道德。再睇啲扇貝，每次限量2個，但其實肉同殼根本唔係原裝，只係買返嚟嘅扇貝肉再擺返上殼，而且啲殼滑到反光。有人懷疑啲殼可能會循環再用。至於所謂雞湯，根本係溝兌，完全冇雞鮮味，湯裡面都冇幾塊肉。真正老雞燉湯，油脂會比較厚，顏色會自然金黃。中國食品安全問題而家真係越來越嚴重。有深圳朋友話自己通常都係去超市買原材料，然後喺能力範圍內盡量買進口食品，咁樣先敢放心食。而家唔單止食物造假，近幾年中國社會各種假貨都泛濫，假警察、假軍官、假鈔、高考造假、出版造假、法院證據造假，簡直假到登峰造極。奇怪嘅係，政府年年都講打假，仲有個315消費者權益日，但越打假，假貨反而越多。
315其實只係做俾海外人睇，同時用嚟迷惑大陸民眾。造假問題其實係政府默許，為咗經濟增長，大家慢慢習慣，甚至令好多人形成一種觀念：只要生存到、賺到錢，造假都正常。道德尊嚴根本唔重要。如果你齋講道德，人哋只會覺得你傻。大陸今時今日呢種狀態，根源在於社會道德底線被破壞。喺缺乏傳統價值觀同信仰約束之下，好多人變成唯利是圖、不擇手段。而所謂打假，其實根本解決唔到問題，因為喺呢種社會環境裏面，就算信譽破產，都唔需要付出太大代價。反而你唔造假，仲容易蝕本、被排擠，冇路可行。唯有重新建立傳統價值觀，社會先有機會改變。誠實嘅人得到公平對待，造假嘅人受到懲罰。不過呢一切都需要時間。